台糖长荣酒店自2007年起便推出香料烤火鸡料理，因为制作方式遵循古法，整只火鸡需先以香料腌制24小时入味，并以手工的方式将蔬菜以及香料填塞至火鸡腹内。尤其因为每一只都是选用6公斤左右的火鸡，所以烘烤时特别的费心费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不但滋味好，而且口感软嫩，还有满满的肉汁。火鸡的部分，我们是用刚才讲的有一些罗西米啊、海底香啊、匈牙利胡椒粉、蒜粉跟一些香料，然后去腌制。那腌制完以后，我们大概会腌2天，然后会再做制备。那客人点的时候，通常都要3天前我们才会有办法出货给客人，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腌制，因为火鸡肉的肉太厚了。那在烤的部分，我们会先用180度先烤1个半小时，45分钟，然后再用160度用低温，因为180度是为了让它锁住它的水分，然后让表面有上色。那160是为了后续让它内部是有够热够熟。除了澎湃的香料火鸡，在这次的里兰里还有栗子肉卷、鲜虾凯撒沙拉、奶油香蒜芋泥、法国面包、南瓜派等，可以让全家大小、亲朋好友10多人吃得美味又开心。还有搭配我们的这个所谓还有鲜虾凯撒沙拉然后法国面包，还有洋芋泥，而且新鲜的，还有南瓜派。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组合出来，会放在这个篮子里面。我想这个篮子这样提的那也方便，而且我想说每年这样的话，大家共聚在一堂去做享受这个所谓感恩节合家的团圆感恩一方面也是感恩，一方面也是团圆这也是难得，每年都是会在11月12份。那我们推出的礼盒里面，就是说这个整套的话，就是原价是4000块，4200，然后我们最优惠价是3599。今年的感恩节与圣诞节，观众朋友是否可以考虑试试外国朋友的火鸡大餐呢？台糖长荣酒店感恩圣诞火鸡里兰，从11月起一直卖到12月底为止。想要尝鲜的朋友，不妨可以参考看看。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